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4月2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弥迦书第7章第8节到20节，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不便的痛。目前全世界咧面对武汉的肺炎的疫情，佮属地安尼非常严重啦吼。特别咱看到对伫印度的疫情，会当讲是完全的失控，因有选举、有宗教活动等等的卫生习惯吼，造成今仔日的结果。欧洲、加拿大甚至南美、巴西等等的国家，也拢伫即个非常严重的即个阶段，封城的封城啦吼，锁国的锁国啦吼。当咧面对大灾难的时阵，人时常会去质疑因所相信的神明。像基督徒，或者是嘛共款会安尼，亲像出来及以色列百姓共款，埋怨上帝质疑上帝啦吼，等等的。咱来看见圣经中间约伯，当伊拄着家破人亡的即个情形的时阵，伊也捌质疑上帝。这就是撒旦的计谋啦，就是讲用苦难来考验人，看人敢会阁忠实伫咧跟对上帝无。所以，当人面对苦难的时，对上帝提出质疑，也是讲互相争斗、批评，这就是撒旦用来即个攻击，也是讲伫迄个所在咧欢喜的一个理由。弥迦书第7章的经文安尼讲，咱的对敌毋免伫遐来伤过欢喜啦吼。虽然咱绊倒，咱也要阁徛起来。现在咱伫黑暗中，但是上帝要赏赐光明互咱。咱捌得罪上帝，所以咱现在必须忍受伊的受气，但是到最后，伊会替咱来辩护，替咱来伸冤。第6节咧讲，迄个暗，迄个时阵，咱的对着看见，一定会感觉见笑啦吼。当约伯伫咧拄着困境了后，伊捌质疑上帝，捌伫遐思考、反省。但是呢，咱看见整个的约伯记的记载，上帝对伊的疼，却从来毋捌离开过伊。当伊咧经历整个的过程的中间，虽然落尾伊确认伊家己的一生拢是上帝吼咧带领啦吼，但是伊落尾伊的告别，伊讲我真正捌听过你，今亲目睭看见你。上帝有缘用不便的疼来疼伊，祝福互伊吼。咱看伊落尾的结果啦吼。但是咱伫即个所在看见伊的告别，已经真清楚看见上帝的作为。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，咱看见彼得，伊拄着伊的老师耶稣受领了后，伊好若亲像所做的甲耶稣基督的有言共款。3摆来否认耶稣基督，伊感觉讲伊安尼就会当得到准话啦吼。但是安尼否认就符合着撒旦的期待。彼得否认基督的事，也得罪上帝。但是上帝有缘透过国外的基督，搁一届来呼召伊，搁用迄个问题问讲：你疼我吗？互伊3摆的机会，互伊来对峙伊3摆否认基督，搁一届回复。上帝用不便的疼来疼伊，
互伊会当搁一摆倒转来是上帝的救恩，甲上帝的呼召内底。咱拢有可能甲约伯，可能甲彼得拢共款，但是上帝对咱每一个基督徒嘛是共款，用不变的疼，用伊的大气力来保护咱伫困境中间的人，互因有机会，还是讲互咱有机会，搁一摆来蒙恩来得救。亲像米迦书第7章18节的经文安尼来讲着，伊讲上主啊，无有其他的神会通甲你来相比，你赦免才会伫苦难中流尽的人民，你无久久受气，你用不变的疼来款待阮，你要搁一摆用仁慈来待阮。你要将阮的罪囥伫骹底来纳互碎，陷伫海内底，亲像古早的时代应允阮的祖先。你对亚伯拉罕、对雅各后代显示你信实不变的疼。彼得伫耶稣基督受掠的时阵，伊来匡人进前，伊捌安尼大声侃保证讲，我绝对袂匡人你的啦。这个情形提醒咱啦吼，咱有当时过头有把握，无法度面对家己，也是讲无愿意面对家己的软弱，无愿意来顺服上帝的话。那安尼咱真容易来陷落伫甲彼得共款即种骄傲的罪。但是咱毋免烦恼，只要咱愿意诚心的悔改，就是耶稣问彼得：你听我嘛？互伊一摆搁一摆真坚定知影伊家己的心志，来回应主的呼召。上帝就会用伊不变的疼，继续来疼咱，来恩待咱，将伊的恩慈、救恩赏赐互咱每一个人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5篇、弥迦书第7章8到20节、马可福音第14章26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变的爱。目前全世界都在面对中共武汉肺炎的疫情，而且可以说是水深火热的境况。特别我们也看到在印度的整个国家的疫情可以说是完全的失控，他们也有选举，又有这个宗教的活动，又因为这个社会阶层的分离，贫穷的人，他们的卫生习惯、卫生条件都不好，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虽然如此，连先进的国家欧洲、加拿大，或是说南美、巴西等等的国家，也都处在非常严重，甚至有封城锁国的一个状况。在面对大灾难的时候，人们常常会质疑他们所相信的神明。我想基督徒也不例外，或许我们会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抱怨上帝，质疑上帝。如同约伯他遇到了这个家破人亡的情形的时候，他也曾经来质疑上帝。这正是撒旦的计划，不是吗？撒旦就是用苦难来考验他，让他在这个苦难当中来试验他，或许就会离开上帝。那
当人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对上帝提出质疑的时候，甚至是内斗的时候，这正是撒旦用来幸灾乐祸的理由啊。弥迦书第7章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我们的敌人不必幸灾乐祸，虽然我们跌倒了，我们还要站起来。现在我们在黑暗中，但上主赐光明给我们。我们曾经得罪了上主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忍受他的烈怒。但是最后他会替我们辩护，为我们伸冤。第4节说，那时我们的敌人看见了，一定会觉得羞耻。我们再看看约伯，他在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他曾经质疑上帝，曾经这样子回想，曾经这样子怀疑。但是即便是人在那边起起落落的时候，上帝的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当他在经历整个的过程思想的时候，到最后他确认上帝是他自己一生的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告白，这样子告白说，我以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上帝仍然以不变的爱来爱他，赐福给他。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书最后的结果。今天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14章26节到31节，提到了彼得在遇见他的老师耶稣被抓的时候，正如同耶稣基督的预言一样，他3次的否认耶稣基督。他担心害怕，所以他否认了。这样的否认正符合撒旦的作为。撒旦期待的彼得否认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是得罪上帝嘛，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啊。但是上帝仍然透过复活的基督再一次的呼召他，并且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连续3次如同他3次否认基督一样，耶稣基督3次的呼召彼得，用不变的爱来爱他，让他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救恩里面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上帝对每一位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子的，上帝不变的爱就是他的大能，用来保护在困境当中的人，我们也让他们或说我们有机会再次的蒙恩典，得救恩。因为如同这个弥迦书第7章的经文18节这样说道，上主啊，没有其他的神能与你相比，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，你不长久怀怒，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。你要再一次的以仁慈待我们，你要把我们的罪放在脚下踩碎，抛入海底，正如你古时候应许我们的祖先，你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信实不变的爱。彼得在否认耶稣基督之前，他曾经拍胸脯保证说，他绝不会否认他的。这样的情形其实提醒了我们若是无法面对自己的软弱，无法诚心的顺服上帝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落在如同彼得一样，因为骄傲所犯的罪。但是我们一方面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只要我们愿意诚心的悔改，像彼得一样告白我们爱你，上帝会继续以他的这个不变的爱来爱我们，将他的恩慈救恩
不断的赐给我们。